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匡婷。我是佳瑜。然后接下来一系列的精彩的节目就由我们2位来为您介绍。好，很开心大家今天一起来热临我们的同乡会。那紧接着是我们精彩的表演活动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表演者张氏功夫学院，请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好，张氏功夫学院位于 Union City， 多年来一直表现出德艺技艺双全的办学宗旨，演出超过80场，参加的活动包括 Facebook 的 Warrior Golden Gate 美国银行，也获得无数的奖数，甚至还有世界冠军哦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他们的精彩演出，掌声鼓掌。清风在手，谁能一剑屠龙？中原逐鹿，方显英雄本色。武林风起，自当气吞山河。仗剑8万里，横隔天地间。是有神功，忠义写胸中，浩荡英雄气，叱咤武林风。谁能与我争锋？清风在手，谁能一剑屠龙？中原逐鹿，方显英雄本色。武林风起，自当气吞山河。仗剑8万里，横隔天地间，侠骨傲群英，江湖任我行。绝世有神功，忠义写胸中，浩荡英雄气，叱咤武林风。仗剑8万里，横隔天地间，侠骨傲群英，江湖任我行。绝世有神功，忠义写
仗剑8万里，横戈天地间，峡谷傲群英，江湖任我行，绝世有神功，忠义写胸中，浩荡英雄气，叱咤武林风，浩荡英雄气，叱咤武林风。And then go. Go. Push. And then go 6. Handstand, cover, and go. Not 6 actually. Go. 1, 2. And then go. Down. Good job. 掌声鼓励一下。Go. That's good. 1. 豪情在天，谁能与我争锋？清风在手，谁能一剑屠龙？中原逐鹿，方显英雄本色。武林风起，四刚集团相合。仗剑8万里，横戈天地间，峡谷傲群英，江湖任我行，绝世有神功，忠义写胸中，浩荡英雄气，叱咤武林风。豪情在天，谁能与我争锋？清风在手，谁能一剑屠龙？中原逐鹿，方显英雄本色。武林风起，四刚集团相合。仗剑8万里，横戈天地间，峡谷傲群英，江湖任我行，绝世有神功，忠义写胸中，浩荡英雄气，叱咤武林风。
千8万里，横隔天地间，峡谷傲群英，江湖任我行，绝世有神功，忠义写胸中，浩荡英雄气，叱咤无名峰。的表演。非常感谢，谢谢张氏功夫学院，表现得太精彩了，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。哇，真的是太热血了，自己都很想要动一下这样子。